我成日同好多人講都係有啲錢就買樓啦。買樓買到做地主，講你聽，買樓你始終有個你跌極都有個 value 喺度。劉大道吐血的子今日就上畫，仲粉墨登場客串扮雍正。不過真實嘅佢後宮佳麗就冇啦，樓就有唔少。好多年前我可能會一見到就買，一個月可能2間。投資千變萬化，但佢獨愛地產，皆因樓市冇股票咁複雜喎。好多前輩嘅交落嘅，其實買磚頭係最 safe， 雖然可能唔同股票可能一升2倍3倍。話最 safe， 但並唔係100%㗎。98年樓市冧，直頭好似中咗血的子咁，一頸血啦。樓價一半跌到，然後個利息好高啊！個利息唔係而家係咩派減2，嗰時係去到10啊、12啊。你可能未經過負資產啲嗰啲嘢啊，未買過樓。係咯，所以你唔知道個痛係幾痛。手頭上有唔少貨嘅佢，面對勁升嘅樓市不起反憂。由舊年開始嗰個瘋狂程度已經超過97。所以佢都撐 CY 嘅樓市降溫措施㗎。雖然好多圈中人都話佢好叻投資，做咗大地主，24歲入行由細做起，幫王家衛揸過機再升導演。喺01年拍咗套紅到爆嘅《無間道》，呢一切要由佢細個，佢爸爸送咗部玩具相機俾佢，令佢愛上攝影。咁講法，劉大道有今時今日嘅成就，都係靠爸爸投資嘅一部玩具咋。